Hello， 各位觀眾，歡迎再次嚟到奇案博物館。我係你哋嘅館長 Jackie Stone 石 Sir。喺我哋嘅博物館裏面，收藏住一單又一單轟動一時、令人心寒嘅奇案。每一單案件背後都係人性嘅試煉場、家庭嘅悲劇，同埋一個又一個值得我哋深思嘅警號。今日我要同大家打開嘅係一宗特別令人唏噓嘅案件。主角係一位喺香港最高學府香港大學任教嘅副教授，一個喺學生眼中和藹可親、備受尊重嘅舍監。佢嘅家庭睇落美滿幸福，但係喺呢個看似完美嘅知識分子家庭嘅糖衣底下，究竟隱藏住幾多不為人知嘅暗湧同壓力？最終又係點樣一步步走向失控，釀成一宗丈夫親手結束妻子性命嘅倫常慘劇？呢單案就係2018年轟動全港嘅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副教授張其中殺妻案。一個讀書人點解會用一對電線親手勒死同床共枕30年嘅妻子？殺人之後，佢不但冇即時自首，反而上演咗一幕精心策劃嘅尋妻記，呃晒所有人，包括自己對仔女。佢甚至自製木箱藏屍，諗住神不知鬼不覺咁處理咗條屍體。究竟係一時衝動，定係蓄謀已久？法庭上，佢話自己長期受精神虐待，患上嚴重抑鬱。究竟係真情流露，定係博取同情嘅說辭？今日呢集，石 Sir 會同大家一齊由頭到尾巨細無遺咁拆解呢宗奇案。我哋會深入探討張其中夫婦嘅背景、案發前嘅種種導火線、心寒嘅犯案同埋掩飾過程、法庭上控辯雙方嘅激烈交鋒。最後，我哋仲會獨家分析埋今年最新出爐嘅上訴結果。到底係一個好人被逼上絕路，定係一個偽君子嘅真面目被揭穿？廢話唔多講，即刻跟住我石 Sir 走入呢單離奇嘅兇案現場。要理解呢單悲劇，我哋首先要認識下案件中嘅兩位主角張其中同佢嘅太太陳慧文 Tina。而男主角張其中案發時53歲，佢嘅人生履歷可以話係好多香港人眼中嘅成功典範。佢喺英國伯明翰大學畢業，攞到博士學位，係一位高級知識分子。返到香港之後，佢就加入咗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做助理教授，憑住自己嘅努力，一路晉升到副教授。除咗學術成就，張其中喺港大校園內仲有另一個更為人熟悉嘅身份。佢係港大學生宿舍偉倫堂嘅舍監，一做就做咗16年。喺好多偉倫堂宿生嘅心目中，張其中唔係一個高高在上嘅教授，而係一個可以同佢哋打成一片、和藹可親。佢會同學生一齊打波、食飯，關心佢哋嘅學業同生活，形象非常貼地。甚至有舊生形容佢係一個好好先生、好好人。而佢嘅家庭同樣睇落令人羨慕。佢同太太陳慧文喺英國讀書時認識，1988年結婚，廝守咗30年，育有一對仔女。娜娜張思慧 Nancy 係廉政公署嘅調查主任，仔仔張思潛 Scott 係一位牙醫。可以話成個家庭都係社會上嘅精英階層。由於張其中係舍監，所以佢哋一家4口就住喺偉倫堂頂層嘅舍監宿舍，一個面積超過2000尺嘅單位。呢個亦都成為咗日後案發嘅一個關鍵地點。咁佢太太陳慧文 Tina 又係一個點樣嘅人呢？根據法庭上嘅描述， Tina 係一個典型嘅家庭主婦，冇出去返工，專心相夫教子。不過佢並唔係一個柔弱逆來順受嘅女人，相反，佢性格非常強勢，掌握住成個家庭嘅財政大權，屋企所有物業、銀行戶口基本上都係由佢控制。據仔女喺庭上嘅證供，媽媽 Tina 雖然好錫佢哋，但係脾氣比較暴躁，好易為咗啲小事就發嬲。佢對張其中嘅態度更加可以話係呼呼喝喝，例如
佢會因為張其中唔記得幫佢嘅八達通增值而大發雷霆，又或者佢會喺仔女面前毫不留情咁鬧張其中係廢物，靠我你先有今日。呢種女強男弱唔太對等嘅關係，喺外人眼中可能只係耍花槍，或者係一個願打一個願捱。但係日積月累之下，呢啲尖酸刻薄嘅說話就好似一根根毒針，慢慢咁刺入張其中嘅內心，為呢場悲劇埋下咗深不見底嘅伏線。表面上佢哋係住喺港大高層宿舍，仔女事業有成嘅模範家庭，但係實際上呢個屋企嘅內部已經因為長期嘅言語暴力同金錢糾紛而被侵蝕到搖搖欲墜，只係爭一條導火線就可以將成個屋企徹底引爆。而呢條導火線好快就出現咗，錢好多時都係家庭糾紛嘅核心。喺張其中呢個案入邊，錢就係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事緣喺案發前幾個月，Tina 想換樓，但係又唔夠首期，於是佢諗到一個方法，就係開一張400萬港元嘅支票俾自己，而呢張支票係由佢同張其中聯名戶口開出嘅。但問題係當時佢哋嘅戶口根本冇咁多錢。Tina 嘅如意算盤係等張其中出糧，啲錢入咗戶口之後，張支票就可以兌現。但張其中知道之後非常反對，佢覺得咁樣做好危險，一旦戶口唔夠錢彈票嘅話，會影響自己嘅信譽。為咗呢件事，兩公婆嘈咗好多次。Tina 仲試過要求個女 Nancy 幫手，叫阿爸將另一層樓加佢個名，等佢可以攞層樓去銀行做按揭。呢種對金錢嘅極度渴求同埋咄咄逼人嘅態度，令到張其中感到前所未有嘅壓力。喺佢眼中，太太已經被金錢蒙蔽咗理智，佢覺得自己畢生嘅積蓄好可能會被太太揮霍一空。除咗呢張400萬支票，仲有一啲生活上嘅小摩擦，不斷咁火上加油。例如案發前幾日發生咗一單橙汁事件，當時張其中喺雪櫃攞咗杯橙汁飲， Tina 見到之後即刻破口大罵，話杯橙汁係專登留俾個仔飲嘅，鬧佢自己想飲唔識自己去買咩？呢啲喺我哋睇嚟雞毛蒜皮嘅小事，喺當時已經精神緊繃嘅張其中耳中，卻變成咗難以忍受嘅羞辱。仲有 Tina 因為投資失利輸咗唔少錢，佢將呢啲怨氣全部發洩喺張其中身上。佢喺仔女面前鬧張其中 PK 正一廢物，甚至喺案發當晚，佢哋再次為咗金錢問題爭執。Tina 喺電話入邊同朋友講話張其中 bullshit。 呢啲說話對於一個飽讀詩書、自尊心極強嘅大學教授嚟講，侮辱性極強。就係咁，一張支票、一杯橙汁、一句句傷盡自尊嘅說話，將張其中嘅理智推到懸崖邊緣。佢後來喺法庭上形容自己當時嘅精神狀態已經瀕臨崩潰，長期失眠，腦海中充滿負面情緒，甚至出現過自殺嘅念頭。2018年8月16號晚，呢個充滿暗湧嘅家庭終於迎嚟咗佢哋最後一個平靜嘅夜晚。時間嚟到2018年8月16號深夜，根據張其中自己嘅講法，嗰晚佢同 Tina 又一次因為金錢問題而激烈爭吵。Tina 再次因為張其中唔肯處理嗰張400萬支票而發脾氣，鬧完一輪之後就返咗房瞓。張其中就一個人坐喺廁所，越諗越唔忿氣。佢覺得自己幾十年嚟一直啞忍，但換嚟嘅唔係體諒，而係變本加厲嘅羞辱。佢覺得自己嘅人生已經被呢個女人徹底控制同摧毀。凌晨時分，佢腦海中一片混亂。佢形容自己當時好似個腦一片空白，好似發緊夢咁。佢喺房出面見到地下有2條叉電用嘅電線，一個邪惡嘅念頭瞬間佔據咗佢嘅大腦。佢拎住嗰2條電線行入睡房，當時 Tina 側身瞓咗喺床嘅右邊，張其中行到床嘅左邊，跨過 Tina 嘅身體，然後
佢將兩條電線扭成一股，由後面箍住咗 Tina 嘅頸。Tina 曾經掙扎過，用腳踢咗幾下，但係好快佢就再冇任何反應。張其中話佢當時冇諗過要殺死太太，只係想叫佢收聲。但當佢放手嘅時候，一切已經太遲。同床共枕30年嘅妻子已經喺佢手上斷咗氣。殺人之後，張其中冇即時報警，佢將 Tina 嘅屍體繼續留喺床上，用被冚住。佢自己就離開睡房，去咗另一間房。佢話自己當時好驚、好亂，唔知應該點做。第二朝8月17號，仔女起身，發現阿媽唔喺度，張其中就開始咗佢人生中最大嘅一個大話。佢若無其事咁同仔女講：你阿媽尋晚同我嘈完交，發脾氣，執行李走咗啦。為咗令個大話更加逼真，佢仲用 Tina 嘅手機 send 信息俾自己同個女，製造 Tina 仍然在生嘅假象。例如，佢 send 俾個女 Nancy 話：唔好搵我住，過幾日我會返。跟住落嚟幾日，張其中嘅演技可以話係爐火純青。佢扮到好擔心，同個女一齊周圍搵 Tina。佢哋去過 Tina 平時會去嘅地方，問過 Tina 嘅朋友，但當然都係冇結果。8月20號，距離案發已經3日。張其中為咗將場戲做足，竟然陪同個女 Nancy 一齊去西區警署報案，話太太陳慧文失蹤。佢喺警署入邊鎮定咁向警員講述太太離家出走嘅經過，表現到憂心忡忡。佢甚至喺偉倫堂嘅學生群組入邊發信息，叫大家幫手留意一個着住深色衫、孭住個袋嘅中年女人。一個殺咗自己老婆嘅人，竟然可以冷靜到呢個地步，陪住個女去報警揾阿媽。呢種心理質素真係令人不寒而慄。但係紙又點包得住火呢？一個更大、更心寒嘅計劃已經喺張其中嘅腦入邊醞釀緊。佢知道屍體唔可以永遠留喺屋企，佢需要一個方法將屍體神不知鬼不覺咁運走。當張其中喺度同警方、仔女、學生上演緊焦急尋妻嘅戲碼時，佢暗地裏已經開始為處理屍體做準備。佢嘅計劃係自製一個木箱，將屍體放入去，再扮成係一件普通貨物運嚟宿舍。於是佢去咗五金鋪，買咗幾塊大木板、螺絲、玻璃膠等等嘅材料。返到宿舍之後，佢就喺屋企嘅洗手間入邊開始動手砌呢個木棺材。為咗掩人耳目，佢仲特登開大個抽氣扇，驚啲聲浪會引起其他人懷疑。製作過程並唔順利，佢第一次砌嘅時候發現尺寸唔啱，於是佢又要再出去買過啲木板。經過幾日嘅努力，一個長約1米、闊約半米、高約30厘米嘅木箱終於完成。下一步就係將屍體放入箱。根據後來嘅法醫報告，張其中首先將已經開始腐爛嘅妻子屍體屈曲住咁塞入一個紅白藍尼龍袋，再放入一個大行李箱，然後佢將成個行李箱再放入佢自製嘅木箱之中。為咗防止屍體腐爛嘅臭味同液體滲出，佢仲用玻璃膠將木箱嘅所有縫隙都封死。成個過程佢都係喺自己屋企完成。當時佢嘅仔女仲喺屋企，佢只可以趁佢哋唔為意嘅時候偷偷進行。你可以想象一下，喺同一個屋檐下，一邊係為媽媽失蹤而憂心嘅仔女，另一邊就係喺廁所入邊處理緊媽媽屍體嘅爸爸。呢個畫面有幾咁恐怖，幾咁扭曲。搞掂個木箱之後，下一個難題就係點樣將呢個又大又重嘅箱運走。佢嘅目的地係距離宿舍唔遠，位於港大校園內嘅黃克競樓。佢喺嗰度有一個屬於自己嘅辦公室。佢諗住暫時將個木箱擺喺辦公室，之後再揾機會處理。8月28號，案發後第11日，張其中終於決定行動。